各位日日盼週末，一逢公眾假期就北上深圳食好西、逛商場、探親友、掃貨散心嘅香港街坊，即刻停手唔好畫。呢篇乾貨，只要你以後仲會過關北上，務必認認真真睇完，牢牢記喺心入面。近期深圳各大口岸、主幹道、高速出入口，日日都有大量香港街坊被交警截停抄牌，個個都一頭霧水，完全摸唔住頭腦。大家明明冇超速、冇衝紅燈、冇亂泊車、冇違規切線，全程守足交通規矩，冇做錯半分，最後居然硬生生每人被罰500蚊，一家四口一齊北上，隨時一次性虧足2000蚊，真係欲哭無淚。本來開開心心過關，諗住住酒店、嘆大餐、逛商圈、探親戚，好好享受假期，點知一張罰單直接食晒成家人嘅豪華晚餐預算，全日好心情瞬間清零。行程被耽誤，錢包大出血，成個假期變得必屈又掃興。最緊要係呢啲情況絕對唔係個別個案，更加唔係內地交警針對性刁難香港遊客，純粹係99%香港街坊都踩中咗深港兩地交通規矩、通關條例嘅隱形認知雷區，自己懵然唔知，最後無辜破財。我深耕深港兩地交通法規、跨境出行規則多年，專門為香港街坊拆解一啲無人主動提醒、網上極少講透嘅跨境隱形陷阱。今日唔講空話，唔煲雞湯，唔扯虛道理，句句都係實戰踩坑總結出嚟嘅硬核乾貨，全部係真金白銀換翻嚟嘅血淚教訓。只要你認真睇完記熟，往後每次北上深圳，絕對可以守住錢包，避開所有罰款，保住全程出行好心情，從此唔使再交冤枉智商稅。而家週末北上早已成為香港街坊嘅日常常態。每逢週六日公眾假期，羅湖、福田、深圳灣、蓮塘4大口岸次次都逼爆人頭。大家中意北上嘅原因好簡單，內地物價親民，美食選擇多，遊玩消遣豐富，一家人可以輕鬆度假、掃貨慳錢、探訪親友，主打一個省心自在，性價比超高。但絕大部分街坊都犯咗一個致命錯誤，將香港幾十年養成嘅出行陋習、坐車習慣、通關思維原封不動搬去深圳。兩地雖然一線之隔，語言相通，往來密切，但路況設計、執法邏輯、交通規則完全兩回事。你喺香港習以為常、無人追責嘅小事，去到深圳就係實打實嘅法規紅線，交通違規，輕則破財罰款，重則影響個人出行記錄，絕對得不償失，完全唔抵。今日首先拆解頭號重災區，中招人數最多，亦都係最冤枉嘅大坑。冇之一，後排唔扣安全帶。近期90%香港遊客嘅罰單，全部都係栽喺呢件微不足道嘅小事上面。但凡喺香港生活嘅街坊，都有一個根深蒂固嘅固有觀念：坐車只要前排司機同副駕乘客扣好安全帶就足夠，後排乘客扣唔扣都冇所謂。無論係私家車、親友車、公共巴士，抑或跨境大巴，好多舊款車輛後排本身就冇安全帶配置。就算新款車輛有配備，平時都冇人驗查、冇人監管、冇人罰款。久而久之，全港街坊都養成咗鬆懈陋習，一上車就袒坐休息、低頭玩手機、傾偈追劇，從來唔會主動扣安全帶。10幾年落來，相安無事，大家自然默認後排唔扣安全帶係細事，完全冇問題。但我今日認真負責任同所有街坊講清楚，內地全域，尤其係成個廣東同深圳片區，嚴格執行全員、全程、全路段安全帶強制條例，零例外、零僥倖、零人情可講。根據官方明文規定嘅《深圳經濟特區道路交通安全違法行為處罰條例》第18條，規則清晰透明，處罰標準明確，冇任何模糊空間。機動車行駛期間，司機、前排乘客、後排所有乘客，無論座位位置，無論車輛類型，必須全程規範扣好安全帶。無論你坐嘅係私家車、租車、網約車、的士、跨境大巴、旅遊大巴，只要車輛點火啟動、上路行駛，車上每一位駕乘人員無一例外都要扣好安全帶。網上流傳嘅車速慢唔使扣，短途逛街唔使咁麻煩，市區道路唔查後排，淨係高速先需要扣安全帶，全部都係自我安慰嘅致命誤區。好多街坊覺得只係市區短途出行，車速唔快，冇必要多此一舉。
但深圳執法從來唔睇車速，唔睇路程遠近，只睇你是否違規。千祈唔好心存僥倖，以為路邊見唔到交警，路口冇執勤人員就可以偷懶唔扣。而家深圳交通執法早已告別傳統人工蹲守模式，實行 AI 智能捉拍，加高青天眼、電子眼，加人工定點臨檢，三重24小時全天候管控，密不透風，冇任何漏洞可以鑽。深圳全城主幹道、快速路、商圈周邊、口岸沿線、高速出入口，全部佈滿高清智能電子眼，搭配最新 AI 識別系統，車內逐拍清晰度極高。後排乘客有冇扣安全帶？加扣是否規範？係咪虛假佩戴？系統都可以毫秒級識別、自動取證、自動錄入執法系統，全程智能化運作，絕對冇人工放水，冇情面可講。除咗全天候電子作拍，交警仲會喺高速收費站、城市主幹道、大型商圈路口、交通樞紐、口岸通道、服務區不定時無規律設卡隨機抽查。好多街坊天真以為只有發生交通意外，交警先會追究安全帶問題，日常行駛根本唔會理會。呢個諗法大錯特錯。內地執法核心邏輯係事前預防，違規必罰，違法必究，唔係出事之後先追責。只要存在違規行為，就一定會依規處罰，絕對唔存在細錯唔追究、遊客可通融嘅情況。呢條核心處罰規則，所有往返深港嘅街坊務必刻入腦海，一字唔好記錯。安全帶違規按人頭單獨處罰，一人違規一人罰款，全員違規全員受罰，絕不合併，絕不減免。深圳分路段處罰，普通道路後排唔扣安全帶，單人罰200蚊；高速、城市快速幹道單人直接罰500蚊，冇折扣、冇人情、冇遊客豁免。同大家計一條最直觀、最肉痛嘅數，一家4口開開心心北上，諗住食大餐、逛景區、親子遊玩，全程放鬆冇防備，全車後排都冇扣安全帶。一旦被抓拍或者現場查獲，直接4張罰單，總計虧損2000蚊。2000蚊足夠一家人喺深圳食頂級海鮮大餐，住一晚優質度假酒店，結果白白上交國庫，仲要現場滯留1-2個小時，配合填表、核資料、處理罰單。原本輕鬆寫意嘅假期，瞬間變得憋屈、糟心，絕對係血虧。最關鍵嘅一點，大家一定要清醒，內地執法絕對一視同仁，冇身份特權，冇遊客優待。唔好以為自己係香港遊客，唔熟悉內地規則就可以被寬容，亦都唔好覺得有名氣、有地位就可以發外開恩。前幾年好多香港知名藝人、企業高管、公眾人物坐跨境車經過深圳高速收費站，僅因為後排未扣安全帶，照樣被當場抄牌，罰款500蚊一位，冇任何特殊對待。執法只睇違規事實，唔睇身份，唔睇戶籍，唔睇無心之失。違規就係違規，再多求情解釋都冇用。好多街坊都會疑惑，點解偏偏香港人最容易栽喺安全帶呢件小事上面？核心原因就係深港兩地路況、行車節奏、交通環境天差地別，長期嘅出行習慣令大家徹底放鬆警惕。香港地域狹小，道路普遍狹窄，彎道密集，坡道多，紅綠燈遍佈全城，車輛全程走走停停，平均車速偏低，高速路段極少，交通風險相對可控。再加上市面大量舊款巴士、跨境巴士後排冇安全帶配置，幾十年落來，全港市民都形成咗後排唔使扣安全帶嘅固定思維，根深蒂固，極難改變。但深圳路況完全唔一樣。深圳城區開闊規整，路網4通8達，跨區出行主要靠城市快速路、主幹道、環城高速，常規限速普遍80-100千米每小時，車速接近高速標準，車流密集，通行節奏極快。喺呢種高速行駛狀態下，就算係輕微急剎、小幅追尾、避讓車輛、冇安全帶固定嘅乘客，都會被巨大慣性狠狠掟動，猛烈撞擊車身，輕則擦傷淤青、骨骼磕碰，重則被甩出座位、衝破車窗，造成重傷甚至致命意外。千祈唔好自我麻痹，覺得前排座椅擋住，後排絕對安全。交通意外從來唔分前排後排，唔分車速快慢，唔分路段長短。
好多人以為低速行車就萬事大吉，但大部分城市交通意外恰恰就發生喺常規車速之下，一秒疏忽足以釀成大禍。除此之外，大家一定要明白內地司機對安全帶零容忍、極度敏感嘅底層邏輯。內地網約車、的士、營運司機最怕嘅唔係自己違章，而係乘客唔扣安全帶。根據平台規則同交通法例，乘客未規範佩戴安全帶，司機未盡提醒勸阻義務，司機就會連帶被罰、扣分、扣平台信用分，嚴重者會被限流、停單、封號，直接斷絕生計。呢就係點解大家北上坐車，無論係網約車、的士，抑或親友私家車，司機第一句必定係請全員扣好安全帶。遇到唔配合嘅乘客，司機有權合法拒載、停車唔開、終止行程。絕對唔係司機態度差、刁難遊客，而係佢哋唔敢拿自己嘅駕照飯碗冒險。呢係硬性法規，冇任何商量餘地。主動扣好安全帶，既係保護自己性命安全，亦都係體諒司機係食艱難，係跨境出行最基本嘅素養。講完最破財嘅坐車紅線，接下來拆解第二個90%香港老街坊必踩嘅跨境大坑——過關帶貨禁忌。好多人本意想北上掃貨慳錢，最後反而虧大錢吃大虧。不少香港街坊北上最中意去內地街市、生鮮超市、大型商超掃貨。大家都覺得內地生鮮肉類、雞、鴨、蔬果、海鮮食材新鮮飽滿，價格平好多，比起香港超級抵買。於是每次都大包細包採購，諗住帶返香港屋企煮食，慳返一筆生活費。呢個勤儉慳錢嘅心態完全冇問題，但絕大多數人都唔知道，內地海關同香港海關係兩套獨立管制系統，禁忌品類、攜帶限額、查驗標準完全唔同，絕對唔可以憑感覺帶貨。首先同大家劃死香港入境嘅絕對紅線，零例外、零豁免，所有生鮮、生肉、生禽、生蛋、新鮮蔬果一律禁止私自帶入香港，生豬肉、生牛羊、活雞活鴨、生鮮水產、大學生蛋、新鮮時令水果、現摘蔬菜、新鮮菌菇，無論數量多少、是否自用、是否密封包裝、價格高低，一旦被香港海關設備緝毒犬查到，100%當場沒收銷毀，冇得求情，冇得取回。更麻煩嘅係，沒收貨物只係基礎處罰，違規者仲會被海關發出正式傳票，需要親身出庭受審，仲要俾幾千港幣嘅高額罰款。好多長輩心存僥倖，覺得少少自用食材唔會有事，偷偷藏喺行李箱底，用多層膠袋包裹，塞入衣物夾縫，自以為可以瞞天過海。但海關查驗設備精度極高，任何生鮮動植物製品都無所遁形。最後錢白花，貨冇晒，食唔到，仲要倒貼罰款。真正係檢芝麻、丟西瓜，虧得離譜。反過來，由香港入內地，同樣有嚴格攜帶限額。最常見就係香煙、洋酒管控，都係街坊探親送禮極易踩嘅坑。好多人諗住帶煙酒北上自用送禮，唔清楚內地限額，隨意多帶幾包煙，多帶一瓶酒，最後超量被查，物品當場扣押，還要被罰錢，場面尷尬又破財。最後俾大家一條萬能穩妥、零風險嘅跨境帶貨守則，記牢可以避開99%違規風險。北上買特產美食帶返香港，只揀全熟熟食、真空密封、高溫滅菌嘅加工成品，所有生鮮、生製、未加工嘅動植物原材料一律唔好帶。買之前多口問商家一句：呢款過唔到香港海關。短短一句話就能規避絕大部分風險，完全唔使為咗少少便利觸犯法規，破財添堵。第三個高頻罰款雷區，專門收割後生街坊，亦都係最容易忽略嘅坑。深圳踩共享單車，電爐唔戴頭盔，輕則罰款，重則當眾社死。大部分香港街坊日常出行靠地鐵、巴士、的士，幾乎冇騎行非機動車嘅習慣。北上深圳見到街頭遍地共享單車、電爐、數碼即走，平價便捷，隨停隨走，覺得新鮮方便，總想騎車兜風、逛商圈、遊景區、短途代步。但必須嚴肅提醒大家，深圳對非機動車嘅管控嚴格程度堪比機動車，規則同香港完全唔同，絕對唔可以隨心所欲亂踩。
內地交通法例有明確強制規定，騎行電動助力車、共享電路、電動單車上路，必須全程規範佩戴安全頭盔。呢係法定硬性要求，唔係善意建議，唔係可選項目。只要上路行駛唔戴頭盔，直接定性為交通違法，罰款20-200蚊不等。現場查獲、現場開單，冇警告、冇包容。好多後生街坊嫌棄共享頭盔，多人使用唔衛生。夏天佩戴悶熱焗汗唔舒服，索性將頭盔掛喺車柄，擺喺車籃，偷懶唔戴。但喺深圳交警眼中，呢啲全部係移動罰單。商圈、景區、主幹道、口岸周邊都係嚴查重點區域，一抓一個準，根本避唔開。除咗唔戴頭盔，非機動車多項行為都係零容忍違規。踩單車、電路衝紅燈、行機動車道、逆行、喺斑馬線上騎行、多人共乘、超速行駛，一律重罰。深圳交警常年喺熱門商圈、景區出入口、十字路口設卡抽查，抓到之後除咗罰款，部分情況仲要現場協助維持交通秩序。當眾執勤被路人圍觀，既破財又尷尬，好好嘅出遊心情直接歸零。好多人有個致命誤區，覺得單車、電雷車速慢、重量輕，違規都唔會出大事，唔使嚴格守規矩。但大家要認清深圳路況，內地機動車車速快，車流密集，通行節奏急速。非機動車一旦違規、搶道、衝燈、逆行，事故風險直線飆升，輕微都會摔傷、剮蹭，嚴重更會引發重大車禍。嚴查嚴管從來唔係為難遊客，而係全方位保障大家安全。第四個超級尷尬、極易社死嘅隱形大坑，行人衝紅燈智能抓拍曝光，破財又丟人，90%街坊都冇意識踩坑。喺香港，好多車流稀少嘅小路、窄路、居民區街道，平日好少車，好多街坊養成咗冇車就過馬路，冇人就衝燈嘅下意識習慣，久而久之變成肌肉記憶，根本唔覺得係違規。北上深圳之後，大家下意識復刻呢個習慣，見到路口暫時冇車，車流稀疏就搶行過馬路，結果當場中招被罰，當眾社死。深圳所有主幹道、繁華商圈、景區路口、口岸周邊十字路口，全部加裝行人智能衝燈抓拍系統，搭配巨型戶外高清大屏。24小時實時滾動曝光違規行人嘅高清正面樣貌，零美顏、零遮擋、零打碼，清清楚楚公示俾所有路人睇。好多街坊以為行人衝紅燈頂多罰20蚊細錢，冇咩大不了，但罰款只係小事，真正難堪嘅係公開社死，同家人、朋友、伴侶出遊，自己嘅違規畫面被大屏輪播，路人紛紛側目圍觀，尷尬到想原地消失。呢種難堪遠比罰款難受100倍。老話講，寧等3分，不搶1秒，從來唔係空洞口號，而係北上遊客嘅出行護身符。香港小路慢節奏嘅通行習慣，完全唔適用深圳大路快節奏路況。一時貪快衝燈，換嚟罰款加公開曝光，100%得不償失，絕對冇僥倖可言。第5個極易被忽略，無數街坊頻頻翻車嘅細節，數字化出行適配問題，好多人精心規劃嘅完美行程，直接卡死喺細碎小事上面，寸步難行。而家內地早已全面進入無紙化、數字化出行時代，搭地鐵、坐公交、預約景區、餐廳點餐、消費支付、停車繳費，全部靠手機線上操作，現金基本絕跡，線下人工窗口大幅減少。不少香港街坊北上頻頻碰壁，手足無措。核心問題永遠得3個：新回鄉證未更新資料，支付同乘車軟件實名信息過期，境外網絡信號卡頓不穩。好多街坊換咗新回鄉證之後，從來唔會同步更新微信、支付寶、乘車碼、景區預約平台嘅實名資料，導致系統信息同最新證件資料唔匹配，直接觸發賬號受限、功能凍結，出現無法掃碼、無法支付、無法入閘、無法預約嘅尷尬情況。再加埋境外流量過關後延遲卡頓，頁面刷新失敗，自己急到手忙腳亂，仲會阻礙身後排隊路人，非常失禮，打亂出行節奏。今日同所有街坊定一個北上必做自查流程，每次過關前花5分鐘檢查，就能避開所有數字化出行坑。第一，確認手機網絡流暢、流量充足，提前開通內地漫遊或者購買本地流量包。
第二，核對微信、支付寶、乘車碼所有實名信息，確保同最新回鄉證完全一致，及時更新過期資料。第三，檢查賬戶餘額充足，賬號冇凍結，支付功能正常。短短5分鐘自查，足以讓全日行程絲滑順暢，唔會被瑣事掃興。第六個，全城常態化嚴打紅線，老煙民最易中招，室內及密閉公共場所全面禁煙，違規必重罰，零容忍無死角。內地控煙條例逐年升級，執法力度極強，規則清晰直白，所有帶頂、密閉、半密閉嘅公共場所全域禁煙，冇任何例外角落。涵蓋商場內部、餐廳大堂同包間、樓梯間、公共洗手間、地下停車場、電梯、走廊、景區、室內場館、交通樞紐、候車大廳，只要唔係露天戶外，一律唔俾抽煙。好多香港老煙民習慣咗本地街邊、巷口、樓道隨意抽煙，管控相對寬鬆。北上之後，煙癮起，下意識喺商場樓道、餐廳門口、停車場角落點煙。殊不知呢啲全部係嚴查禁區，一旦被安保執法人員發現，當場開具高額罰單，絕不留情。而且內地商鋪有嚴格控煙連帶責任，客人違規抽煙，店家冇及時勸阻制止，店鋪會被巨額罰款、扣分整改。所以店員見到有人違規吸煙，一定會強硬上前制止，態度堅決，絕不通融。各位煙民街坊務必記死，北上想抽煙只可以去戶外露天指定吸煙區，稍微忍一忍，多行2步路就能100%避開罰款。守住錢包，尊重公共秩序，唔影響他人。講到呢度，可能有街坊會覺得內地規矩太多，條條框框繁瑣，出行處處受限，唔夠香港自由。但大家理性諗清楚，內地所有嚴苛嘅交通規則、通關條例、管控細則，從來唔係為咗刁難遊客，而係全方位保護每一個人嘅生命財產安全。香港道路窄、彎道多、車速慢、紅綠燈密集、車流平緩，行車風險相對可控，突發狀況嘅危害都比較有限。但深圳道路寬闊，車道充足，車速極快，車流龐大，快速路貫穿全城，全程快節奏通行。喺呢種路況之下，一秒疏忽，一個陋習，一次僥倖，隨時引發連鎖交通事故，輕則財產受損，重則人員重傷，危及性命，後果不堪設想。就以少少安全帶為例，平日睇落平平無奇，好似多餘束縛。但喺急剎、追尾碰撞嘅生死瞬間，就係最後一道保命防線，牢牢固定人體，避免被慣性掟飛、撞擊、重傷。呢啲規則全部係內地無數交通意外總結出嚟嘅安全經驗，絕對唔係無的放矢。深港一線之隔，風俗相近，往來頻繁，但出行規則、通關細則、執法邏輯差異極大。大家要明白，所有跨境出行雷區，所有罰款坑，都係100%可以規避嘅人為問題，冇一次係無辜倒霉、意外中招。大部分街坊嘅破財、尷尬、糟心經歷，根源都係固有陋習、僥倖心理、認知偏差、忽略細節，最後送俾所有往返深港街坊一句真心話：規矩看似約束，實則係最踏實嘅保護。內地每一條交通規則、通關紅線都唔係刻意設置門檻，而係從無數事故、違規案例中提煉出嚟嘅安全保障。我哋作為跨境遊客，享受住內地完善嘅城市配套、便捷交通、豐富美食、親民物價，就理應入鄉隨俗，尊重當地規則，嚴守法規底線，恪守公共秩序。願每一位香港街坊往後每次北上都可以開開心心過關，安安心心遊玩，順順利利歸家。每次跨境往返，帶返屋企嘅永遠係美食、美景、開心回憶同溫馨家庭時光，絕對唔係一張張掃興嘅罰款單。守住細微出行規矩，就守住每一個完美週末假期，讓每一次深港跨境出行都輕鬆、順心、平安、愉快。